就发现跑了6只狗进去，就全部的鸡鸭都被咬死了。我四周的围墙都做了非常的做了非常的周至，但是为止只有这个地方，它就能跳进去，但是结果我到的时候，那6只狗全部出不来了，对吧呢？鸡多少只？几只？鸡超50几只，10外只。拢死哦。拢死，报因接到民众的拜托吼，我有来看吼，伊饲的鸡鸭吼，捡到家拢死了啊啦吼，报因嘛有第二回，甲拜托咱的农业处吼，拜托因狗的部分爱注意啦吼，唔好人民的财产拢无啦。我嘛呼吁吼，咱的农业处吼，甲动保的防疫所的所长吼，你们要加紧脚步吼，快一点哦。